尋日睇到一條消息，國家開始製作印發預備役人員證，相當於50萬預備役人員可以隨時投入戰鬥。中國軍力將會隨時增加到250萬，證明我哋國家已經隨時準備進入戰爭動員狀態。戰爭確實隨時可能會爆發，中國人民會唔會怕？只要係為咗保家衛國，歷史上嘅廣東人從來唔知道個怕字點寫，係咪？當然唔係啦，係又噏，唔係又噏。唔怕死嘅只係某啲有家國民族意識嘅軍人、義氣仔女，佢哋唔怕死啫。大部分人都係怕死嘅，包括飛仔哥。呢個先至符合人性，而且我哋知道戰爭只係最後嘅解決辦法，打又死，唔打又死，打更加可能唔使死，當然就打啦。發動戰爭嘅道理其實就係咁簡單。而粵人喺面對民族危亡嘅時候，一定係第一個企出嚟保家衛國嘅，呢個就係我哋廣東人、廣西人嘅光榮傳統啦。希望我哋後輩唔好失禮我哋嘅革命先烈，揾翻我哋粵語嘅男子漢血性，唔好未打就先怕，好似嗰啲北方嘅張學良咁失禮。因為啲北佬係唔會對自己嘅祖宗民族、兄弟民族禮真嘅。歷史證明咗，佢哋和平嘅時候叫得有幾響，打仗嘅時候就走得有幾快。只有粵語南方漢人先係守衛漢民族嘅中流砥柱，守衛南方兄弟民族嘅中流砥柱。戰爭係最好嘅試金石，能夠證明民心所向，證明國家嘅真正。